到了，刘哥。哎，家驹啊，你刚才在底下看了半天，那门脸上都写的什么呀？上联是冬笋茭白，蛋咸六味啊，下联是禄唇驼蹄，上下八珍。呵，宋初，这馆子口气够大的。那是，这是济南最大的馆子，正宗鲁菜。刘哥，铺面还行吧？铺面，铺面什么用啊？咱又不是吃铺面，就是把菜做熟了就行。伙计，来了。老板，点菜。哎。各位老少爷们儿，本人虽然是家住在天津啊，但是祖上却是济南人。哎，祖上是济南人啊！当年袁世凯在济南当提督的时候，我爹是他老人家的马辫儿。现在麦子早收了，秋庄稼还没到点儿，所以呢，我抽空啊来济南来寻寻旧友，带来几样玩意儿。这献丑了，献丑了，大家！我刚才说了，我虽然不是济南人，但我爹是济南人啊。当然了，不是所有济南人都是我爹啊。哎，各位老少爷们儿啊，大婶大娘、姐姐妹妹，您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啊。有钱的1毛2毛，您往这儿扔啊。炸弹您往那边扔啊。现成了，现成了，现成了。赵老板，对不住啊。1分2毛的，来，您就往这儿。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好了。哎，群蒸虾段、软炸里脊、九转大肠、爆炒腰花、罗汉肚、黑燕肉、外带奶汤、葡菜，3元燃肠3掌柜的上千5毛嘞！这一个地儿一个风俗啊，青岛就没这一套，济南和北京差不多。老三，这伙计最后这一句啊，有的能喊，有的就喊不出来。比如小偷，你让他喊一嗓子，赏贼5毛了，那警察非来不可。我这玩意儿可是个宝，它前知300年，后知500载。哎，那位说了，哎，是不是我这胡吹了？好，咱看看是不是我在胡吹啊？咱远的不提啊，咱就问问这2天的天气怎么样？啊，怎么样？问问啊，问问。咱先问问他昨天啊。说了，他说了，昨天是大晴天，对不对？大晴天，哎，大晴天，对吧？哎，咱再问问他，问问他今天吧，好不好？问他今天。他说了，他说了，今天是阴天。那阴天嘛，那是阴天嘛，这我说这玩意儿准嘛，我说了嘛。咱再问问他啊，咱再问问他，明天。问明天，问明天啊。哎又说了，他说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。哎，这位朋友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这位朋友，今天小店有贵客，您就挪地方发财吧。啊，我挪地儿，对不对？哦，这点小意思，喝杯茶啦。行，得罪了啊！得，我这还让你破费，这嘛事儿呢？这收摊了。哎，对不住了，对不住各位了啊！来，家驹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3掌柜，真是对不住了，刚才在看门那儿一不留神，来了个跑江湖的，咋咋呼呼的，扫了3位的雅兴，真是对不住，对不住了。没事，没事，刘老板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红聚印染厂的陈掌柜的。哦，久仰。这位是德意志洋行的买办卢先生。哦，久仰。您瞧，陈掌柜的，贵豪开业，您把那么大的场面安排在小店，您这是抬举小弟，我在这里多谢了。陈掌柜的，以后在济南发了财，您可千万的多关照关照小店哦。啊，刘掌柜的，
我们到这儿来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哪里话呢？哎，上尉，这菜还行吧？这菜相当好。哎呦，您这过奖了，山掌柜的，您给我介绍那么好的主顾，哎，今天这桌菜就算是兄弟请的，免了。刘掌柜的，我这人粗，说话喜欢直来直去。哎，你说，你这饭馆虽然是济南府头一号，但饭馆毕竟是饭馆，饭馆也是把生的做成熟的，烟熏火燎看着挺热闹，其实挣不了多少钱。我这说话就是直啊，你买卖太小，架不住你这么折腾。如果你真想请我，你这样，你到厨房给我端碗豆腐来，再拿头蒜，行不行？哎呦，山掌柜，您瞧这，就这么定了。行，那就再来碗豆腐，再来头蒜儿啊！好，哎，你们三位慢用，哎，慢用，我先走了，哎。哎，老三，这刘掌柜的跟你们家是亲戚？亲戚？不是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他说话怎么跟你哥似的？再来碗豆腐，再来头蒜。哎，这事儿千万别当我哥说，我哥最忌讳别人学他了。我哥说话晚，5岁才开口说话，从小就这毛病。你听你哥这口，真有点意思。哎，刘哥，咱们一会儿去见叶明飞，你还吃蒜啊？咱俩又不上去，咱就大老远看着，家驹不吃蒜就行了。什么叶明飞啊？家驹，这叶明飞可不得了，号称是中国第一名妓，他的名气啊不在李，哎，那李什么来着？湘军。哦，对，这叶明飞和李香君根本就不是一道局。李香君是穿免裆裤的老娘们儿，可这叶明飞呢，既会弹钢琴又会英文，人长得美。其实我也没见过。没见过，说的这么热闹。老三见过呀，这不前天我让老三送去100块大洋，说了不少好话，这才约上。这叶明飞啊，得提前3天预约，和他说1个钟头话得50块大洋。别人说1个钟头，咱说2钟头够了吧？这么贵，这太离谱了吧？哎，家驹，一点都不离谱。你不知道，我说你是德国工科留学生，德意志洋行的买办，人家这才答应见你。我要说六哥燃厂掌柜的，但不识字儿，钱再多都没用。那是，有点意思啊。哎，六哥，我这先谢了啊。哎，家驹，我可把话说在前头，我只请你这一回啊。这些年在青岛，你挨了我不少骂，这回算是六哥给你赔个不是。家驹，这叶明飞可是个无底洞，到时候可别说你六哥我害你啊。六哥，我什么没见过？这北平、上海我都没花过眼，这济南能有什么人物啊？哎，家驹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那天我去定点子，从旁边看了一眼，嘿，那可真叫勾魂啊！她不单纯是漂亮，还有股子说不出来的味儿。哦，我是得见见啊！你见了一回啊，就得下一回，你就等着往里送钱吧。送完了钱你就心疼，心疼就得骂我陈六子。来，先吃啊！你多吃点，赶紧吃，赶紧吃。哎，你们知道治警市街离咱这儿有多远？不远，在西关，过了护城河就是了。哦，那你们知道红聚染厂吗？红聚染厂？哦，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哦。来，六哥，东出，杯中酒，喝完了咱们赶紧走啊！你着什么急你？是，你看把你急的。咱们说正事儿。哎，六哥，咱们开业要请的那些人，我和家驹已经碰过了。济南的商行我负责请，外面的商行、洋行由家驹负责。六哥，你刚来，这开业的场面一定要办得红红火火，要不然根本镇不住。行，你们俩就看着请吧。咱买他机器的西门子公司，还有卖给咱锅炉的康金德公司，我都请了。这洋人爱送花篮，不过我觉得这样倒是挺好，比送牌匾之类的要雅。对，家驹，你这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海6大染织厂，天津5大染厂，在济南都有外装，我让他们也送花篮。哎，家驹，你干了洋行，跟你那些同学都联系联系，什么德国领馆、英国领馆的，让他们也表示一下嘛。德国领馆没有问题，我让史蒂芬去办。
这洋鬼子就爱凑热闹，我估计没什么问题。六哥，自庚子以来，中国人一听见洋人就害怕。开业那天，咱们要请几个洋人来，就真给咱撞了门面了。哎，我厂里有2个安装机器的捷克人没走，不行的话，我让他们俩也办上。反正到时候只是吃饭，又不让他们讲话。不行，不管哪国人，这干什么的，一眼都能看出来。你们厂的那2个洋毛子，我也见过，忒老实，没有那股趾高气扬的劲儿。不行。那行，那就不叫他们。哎，六哥，这济南和青岛可不一样，青岛没有税务局之类的烂衙门，所以干买卖基本上没人管。济南可不行，各种衙门齐全，哪个衙门咱也得罪不起。我觉得还得请请这帮王八蛋。行，那就给这帮王八蛋下帖子，这事儿你们俩看着办吧。哎，家驹，我觉得资有德是不是也得请一下？这家人可不能怠慢。这姓资的是干什么的？哎，这资有德是我和家驹高中的同学，他爹叫资文海，这个人可太厉害了，山东最有名的律师，号称山东第1名嘴，没理也能争3分。济南人把干律师叫刮地皮的，他有这样一个本事，再没理的官司，你只要找了他，他准能帮你打赢，但肯定让你倾家荡产。你只要找了他吧，只能把官司打到底了，你中途想停下来，门儿都没有。怎么着？不打了还不行？对，不打都不行。你不打了吧，他帮着对方来打你，逼着你再回来打。所以济南人都恨他，也都怕他。他也知道自己干了不少缺德事儿，把他们家院墙垒了6、7米高，上面还挂着电网。他怕仇家晚上跳进墙来要了他的命。因为他们家院墙高啊，所以济南人把他们家叫模范监狱。刘哥，咱们在济南干买卖，这样的人咱们得罪不起。我觉得好些不踩臭狗屎，给他下张帖子吧。这不是明抢明夺吗？这是。这种人呐，比他娘土匪都可恨。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现在都知道资文海厉害，所以不是太大的冤情，我就不请律师；如果冤情太大，我就直接雇土匪报仇。有人算了一笔账，请土匪比请律师还合算。你请资文海吧，那是花不完的钱啊！小官司给你弄成大官司，不让你倾家荡产，他绝对不算完。可请土匪呢，一次性付钱，人家讲义气也守信用，你既省了钱又解了气。所以现在资家的生意不算好，他就想另找发财的路。他的儿子资有德前2天来找我，哎，家驹，他问我干染厂能不能发财，还问我入不入他的股。他也找过我，问我为什么不开染厂了。六哥，这资有德啊，交际极广，藤锦他都认识。认识藤井？认识藤井，他就应该知道陈六爷。他要是还长着眼呢，最好离咱远一点。他说他挺佩服你的，想跟你认识认识。你直接告诉他，他陈六爷见的都是好人，他这样的，周仓摆首，光二爷不见。哎，六哥，这资有德翻来覆去打听染厂的事儿，说不定真要干这一行。他要是一脚踏进咱们这一行来，咱们2家就得处处防着他了。资有德虽说不会打官司，可是人是极度的自私。哎，家驹，你记得吧？上中学那会儿，他问咱们那个同学叫徐平三借洋车子，说好第2天还，可1个礼拜没见人。等还车子的时候，徐平三就问他了，说你干嘛不守信用啊？你猜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你没法从法律上说我不守信用啊，咱俩当初没写字据啊，瞧见没有？就这种人性。哼，老三，你就告诉他干染厂最发财，你让他干，我第1个办挺的就是他。我要让他尝尝倾家荡产的滋味，替济南的老少爷们儿除了这一害。哎，别，六哥，这样的人咱惹不起。什么惹不起？他惹不起咱。这样的人，我说老三，你可千万别请他。你要请了他，我当场用大嘴巴子扇你！少他娘磕碜我！行，六哥，你说不请，咱就不请他了呗。不过，济南这地方和青岛不一样，所以六哥有些话你还得听我的。我对济南熟啊，那个有些人咱还真是不能不请，就是再恶心咱也得请啊。比如这个人。这人又是谁啊？六哥，就是上次你见的那个家伙，青红帮的白志生。老三，你还让不让我吃顿饭了？这都是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什么刮地皮的，什么敲竹杠的？你们哥俩整天在济南都应付这些人？不是，六哥，我是怕他们来捣乱。他敢？
土匪我都不怕，我还怕他。先生，我这有好东西。哎，先生，这您看，这个是金枪不倒，这个叫一夜成人，都灵着呢。好药。哎，你吃让我看看。先生，我这不开玩笑，这药真的很灵。哎，您看这个叫梅开二度，真正的印度货呀。哎，这刚把你放出来，你怎么又干上这个了？你是不是还想进去你？先生，您认错人了吧？您什么人肉？哎，六哥，你怎么知道局子里抓这个呢？在青岛啊，天天抓这些卖药的人，赚不到什么钱，贿赂不了警察，所以抓他。哎，家驹啊，你拿着，没准待会儿你用得上。哎，对，你拿着，没准真用得上。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。有点意思，东初有点意思，还行吧？就冲这股子香味儿，还行。哟，姨母好，坐吧。谢谢。刘哥，坐。哎，刘哥，这是英国古瓷机器壶啊，真是讲究啊！新叶壶刷干净了，一样冲出好茶来。姨母，麻烦你请沈小姐下来一趟好吗？我这2位朋友都没见过沈小姐，也想一睹芳容，拜托姨母。是啊，说的这么热闹，是得看看。看什么看？嫌我长得土啊？没准我把你外甥闺女给娶了。姨母，我这位朋友说话直，你千万不要介意。三掌柜的，你是济南商界名家，这没说的。可你朋友这做派，怕是远移不肯见。不是我，是我这朋友。别说你不让我见了，你就是让我见呐，人家不一定乐意见我。沈小姐好。3位先生好。难怪呀，就这一声，人都酥了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红剧印染厂的陈寿亭先生，马上就要在济南开业了。陈先生好。好。这位是德意志洋行的卢家驹先生，就是他仰慕沈小姐。卢先生好。沈小姐好。家驹，这就开始算钟点了啊！赶快上去，看能不能整出点实事儿来啊！我和东初在这等着。这俗话说，在家捡衣裳，出门备干粮，没病还备着药呢。你倒好，刚才把3包药全给扔了。这，赶快上去，赶快上去！请。你看我干什么呀？赶紧把我兄弟伺候好了。哎，刘哥，我看这叶明飞对你是有点意思。老三，这你就外行了。到这儿来的人呐，都得藏着掖着。他得装，没文化也得装着大学毕业。人家没见过我这样的，觉得挺新鲜，心想：咦，这徒孙挺有意思。不，刘哥，我刚才看叶明飞看你的眼神，分明
就是喜欢你。哎呀，别扯了，真的，你六嫂当初比他俊多了。啊，当然了，你六嫂不会那个弹钢琴，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东初，叶明飞也不会像你六嫂那样纳鞋底子，也不会炖豆腐烧饭呐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六哥，说实在的，这么多年你还真不赖，没再给我弄个小嫂子什么的。哎呀，买卖好心闲的时候啊，也不是没动过这个心思。哎，可是我一动这个心思啊，就想起当初你六嫂对我那些好处来了，我就骂自己是个下三滥子。家驹说我人虽然粗，可我很懂感情。哎，他说我跟你六嫂那感情那叫情深意切，外人插不进来。哎，我自己一琢磨，确实是那么回事儿。我这辈子啊，免了打麻将，来一清缺，绝了这一门了。卢先生，是我让你生气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恨自己没有跟沈小姐生在一个年代。生在一个年代又能怎么样？如果我跟沈小姐一般大，我会不顾一切地追你。40了，晚了。咱们是忘年交的朋友，一样会很好的，何必去想那么多呢？卢先生，我可不愿意看你不高兴的样子。沈小姐，刚见你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海涅的一句诗。哦。哎，沈小姐，你能听懂德文吗？我知道你的英文很好。那句诗不好翻，要是硬是翻成中文的话，大概意思是：叶子落去之后，才想起枝头上的花儿。但是明年春天，你不在。陆先生，你太让我伤感了。陆先生，我给你弹琴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弹吧。那你想听什么？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。陆先生喜欢德彪西呀。嘿，有点意思啊。哎，老三，我估摸着这家驹啊，该陷到这一场里。不会的，家驹什么世面没见过。再说了，家里那个二太太，那也是新派人物。就她那二太太啊，是让我一顿骂给骂没了脾气，这才放下学生架子学做老婆。她那般武艺啊，根本没法和这叶明飞过招。哎，老三，这家驹的魂真要是让叶明飞给勾去了，我留给他在红军染厂的一成分子，八成该全送到这儿来了吧？六哥，听琴听琴，别老唠叨那些买卖上的事儿，那些东西和现在的环境不配套。嘿，小子，八成你的魂也让叶明飞给勾去了吧？这事儿我得好好跟你哥说说。咱们江里来水里去的，染布淘沙挣俩钱可不容易啊！你要是看着好，花大钱娶回家，没事好好在那续，也比3岁往这儿送钱便宜。大嫂，你这买卖不错啊，不用水不用电的，比开工厂都挣钱。大嫂，
看你这半老不老的，你还真有一手啊。别的窑子吧，费劲不少，可不挣钱。你这倒好，不费劲，可挣钱不少啊。陈掌柜的，你也算是有身份的人，别张口窑子闭口窑子好吧？我们这是续琴馆说话的地方。其实都一样，别的窑子进门直接开始，你这儿得慢慢滋润，等滋润透了才能看下一回。差不多滋润透了吧？这钱也花完了，兴许什么事也干不上。六哥，是不是那100块大洋把你闹的，在这胡说八道？真是的，以后咱们还怎么再来啊？我就没打算再来第2回。沈小姐，你弹得真好。坐。那2位先生是你的朋友吗？是。穿西装的那位你认识，穿便褂的那位过去是我的合伙人，我们一起开染厂，青岛大化染厂，我那牌子叫飞虎牌。沈小姐，你听说过吗？嗯，听说过。那你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干了呢？沈小姐，你不知道，做生意是很不容易的。我认为我这个人不是做生意的材料。那18号的开业你还去吗？你怎么知道18号开业？报纸。哦，是这样。18号那天我会去的，红剧也还有我的股份。沈小姐，在这我郑重地邀请你，也能够赏光。我会去的。真的。欢迎，欢迎，十分的欢迎。他爹，到床上歇会儿吧，到点我叫你。不用了。哎呀，老三陪着六子去聚丰德吃饭去了，一会儿我还得回厂里。六子来济南时间也不短了，看看你哪天方便，叫他和彩琴来家吃顿饭。他哪有这个空啊？啊，这厂子刚刚建起来，机器全是新的，都得调试啊。哎，彩琴这几天啊也挺忙的，刚买的那个院子还得她收拾。哎，前天我过去一趟，家里正忙着装电话呢。她跟我说，这电话装好了，第一个就给你打。哟，你看说电话响了，快接，没准彩琴打来的。喂，谁呀？找你的是自己那儿。就说我不在。别介，他是问老三去哪儿了。哎，有德呀，大哥，东初去哪了？厂里人说他出去了，家里老妈子说他不在家。哦，他陪陈老板和家驹出去吃饭去了。嗨，我给他说了好几天了，让他给我引荐陈掌柜的。这个东初把这茬给忘了。好，他在哪个饭店？我去找他。这我可不知道了。好像是汇泉楼吧。昨天我好像听他说了这么一句。啊，好的，大哥，那我去了啊。好。刚才你还说去聚丰德，怎么这会儿变成汇泉楼了？哼，姓资的这几天啊，总打听着染厂的事，说不定啊是想开染厂。他知道小六子是个人物，就想认识认识。我要是跟他说聚丰德，他要是去了，小六子一听资家是刮地皮的，那不当场把桌子给掀了。光掀了桌子还不算完，他能吐老三一脸唾沫。这个小六子，张飞卖刺猬，人又刚强，货又扎手，你还得常说着点他，
让他学会应付街面上这些事儿。哼，刮地皮刮不着了，想起干这行来了。自家要干染厂，那咱可得小心点啊。哼，这自家要是开染厂啊，根本用不着咱，就小六子自己就能弄得他浑身痒痒，还找不出虱子来。你别看自家那么大能耐，干硬染这一行啊，就小六子的哪一招，他也接不住。弄不好，这么多年刮来的钱，全得扔下。他爹，那你晚上就把六子和彩琴叫家来，我叫王妈准备饭，你可得跟他说说自家那些事儿，可千千万万别惹这家子。你看着那资文海拄着文明棍，像个人似的，可比无赖还无赖。一旦让他沾上，那可真是没完没了的麻烦呀。还是六子说的对，他来了济南，没准真是我一条膀子。哟，这时间也不短了，咱那100块大洋花的也差不多了。这也不知道家居弄没弄到点真东西啊？哎呀，六哥，你能不能不说粗话？你让人家怎么看咱们？你看看你，幸亏上去的不是你，你上去还不如家居呢。哎，你常去窑子吗？那个弟妹那洋车骑的怎么样啊？哎，六哥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，你抽空真得找我哥好好说一下。你弟妹就穿了个制服裤子，那天把我叫过去，好好数落了一通。买了个洋车子又不让骑。哎呀，我大哥这个人虽说识字儿，但我觉得在有的时候他真不如你这个不识字儿的。洋车的事儿我倒可以跟你大哥说说，制服裤子我也觉得不穿得好。为什么？制服裤子裤裆短，用布少，对咱这行业不利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再坐一会儿。李安说：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”过去，我以为他这是遣词造句，现在看来，这是只缘未到情深处啊。我该走了。陆先生，你把眼睛闭上。此生足矣。家驹，这是几呀？六哥，你干嘛呀？我看你魂儿回来了没有？感觉怎么样？哎，对，讲讲沈小姐的修养怎么样？真是好。别说100大洋，我看200大洋也值。嘿，跟他在一起，你不是想怎么样，甚至一点杂念都没有，就是想那样坐着，面对面的，心里真是安静，真是美啊！哎，别说那些没用的啊，整没整点实事儿？什么实事儿？呀，六哥，跟他在一起想那事儿俗。不过后来他倒是亲了我一下啊！真的？好，好，哎，值！100大洋是亲一下，够贵的这个，100块大洋
能买4车后肘子呢。哎呀，六哥，你就知道肘子的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家驹，你不知道，这2个小时你在楼上抱着美人谈情说爱的，六哥在楼下没听点的胡说八道，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的，害得我在人家那儿上不来下不去的。嘿，你这话说的，续情馆，就是让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老三，明天我一准找不着你，你肯定往这儿跑。我把这情况回去就告诉你哥。你要跟我哥说，咱仨到这地方来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倒是让我哥来个以毒攻毒，把咱们仨到这儿来的事儿讲给苗哥听。嘿嘿，到时候就有人等着挨熊吧。我错了，情报取消，取消了，取消。六哥，东初，刚才我在想啊，这沈小姐虽然美，人也很善良，又会弹钢琴，还会讲英文，实在是不多见。但是这种女人是不能娶回家的，你只能远远的看着她。为什么？这娶回家多好，想什么时候续就什么时候续。你真是想不开，你真是。六哥，你这就不懂了吧？这种女人一旦娶回家，那就是糟蹋了，就好像把鲜花摘下来熬成汤喝，那是暴殄天物，焚琴煮鹤呀。我看煮熟了，他就跑不了了。六哥，这女人你看着她好，真心的喜欢她，你就应该离她远一点。如果离着近了，时间一长了，就看出缺点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实在是一种失败呀。哎，我这也是刚才见了沈小姐，才突然有了这么一种想法。哦，照你这意思，我跟你六嫂子一个住在南屋，一个住在北屋，中间隔着天井说话。家驹，花了100块大洋，没干上什么实事儿，没用的你倒整回去不少。家驹，你今天别理他，他胡搅蛮缠，没一句正经话。先生，干什么？还想要钱？哦，不，我们小姐说让你们把钱拿回去。嘿，头一回见啊！哎，家驹，你是不是来一反勾魂，把叶明飞的魂给勾住了？啊，六哥，咱俗了吧？人家玩的就是这派。哎，家驹虽然不懂印染，但这学问却是通中西，又是留学生的派头，沈小姐肯定也是欣赏。人家不是光认钱，这倒好，你在人家那儿胡说八道了一下午，人家又是烟又是茶的伺候着，现在又把钱给你退回来了。我看你现在怎么办吧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周村王铁嘴说过这样的话：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他这一招啊，一般人真还扛不住。就冲他不要钱这一招，咱仨就有点傻。他这是为什么？这个陈六子明天开张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送请帖呢？会不会是忘了呢？不可能，我既找了赵老三，也找了卢家驹，这2位当面也都答应了，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送来呢？不行，我亲自去要。别，咱们不能那么掉价。这个陈六子刚从青岛到济南，还不知道咱们自家是怎么回事，也可能呢没往心里去。哎，随他去吧，他愿意送就送，不愿意送，咱们早晚会跟他认识。爸，咱既然想步入印染行业，就得熟悉这一行。这陈六子挺能，胆子也挺大。藤井特别嘱咐，最好先别和陈六子闹翻，这人并不好惹。这个藤井呢，我跟他哥哥同学，他应该知道咱们自家的实力。这日本人占了东3省，咱和藤井联合办厂，这会不会影响到你在法律界的名声呢？咱的51，他的49，咱们是大股东，咱们用他的钱不让他出面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我看藤井不好控制，比如咱厂址上的那些旧房子，拆下来的旧砖也能卖钱，可是他非得让咱用火药炸，要闹出点动静来，
再说了，咱开业的时候可不能让他到场。有德，对于这个合伙人呢，要慢慢的去改造他。时间长了，藤井就知道咱们是谁了。其实呢，他在济南找不到伙伴。他跟陈六子不是挺熟吗？他怎么不去找他呢？你是说他只能与咱合伙？别看他占了东三省，只要到了济南，他就得听咱的。国民政府再雄，也不能让他打到济南来。只要他的兵到不了济南，他只能用经济去占领。咱们是干律师的，不懂应然。他为什么要找咱们呢？就是因为咱们有影响力。不用管藤井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倒是那个陈六子呢，要费点心思。这个人对我们有用，他要是帮咱们一把，我就把藤井甩了。其实呢，我也不愿意跟日本人搅得太深。这同行是冤家，要是陈六子得不到好处，怕不会帮咱的。他刚来济南，人生地不熟，能够认识咱，对他有好处。让他入股就是给他面子了，不用再额外给他好处。我不相信一个字不认识能有什么超常的本领。要不我再给卢家驹或者赵老三打个电话？不用，只要他明天不给咱们送请帖，咱们就亲自去。我这个山东第一律师，给他这个面子。这是不是太抬举他了？再说他也不认识咱呀。他不认识咱，他请的那些客人能不认识咱？只要咱们去了，就是给他捧了场，他就欠下了咱们的人情。接下来什么事情都好办。